歡迎收看概念板塊週報，本集為你整理港股概念板塊5日平均回報表現較突出嘅板塊，以及板塊內5日回報較突出嘅股份。數據大約更新於4月18日17點31分，僅供參考，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。跟住睇第一個概念板塊，腦機接口概念板塊大約有6隻相關股份。5日平均回報第一係上升約10.33%。板塊內5日回報較突出嘅股份包括：第一係聯想集團，代號00992，現價大約1.3蚊，即市升約1.80%。5日回報上升約11.80%。第二係腦動科技，代號02203，5日回報上升約2.90%。第三係腦動極光減 B，代號06681，現價大約4.13蚊，即市跌約1.43%。5日回報上升約1.20%。再睇腦機接口概念嘅重點分析，近期消息重點包括2026年4月10日，國家市場監管總局正式發布腦機接口相關國家標準，標誌技術規範化進程提速。2026年3月，博瑞康獲 NMPA 批准全球首張侵入式半侵入式腦機接口醫療器械註冊證，進入臨床收費階段。板塊動力主要來自政策標準落地疊加首個國產侵入式 BCI 產品獲批上市，催化板塊情緒與資金流入。強腦科技港股 IPO 進程明確，引發對核心供應鏈及戰略發掘方的連帶關注。短期走勢方面，若強腦科技於4日合約期通過港交所聆訊，或出現進一步 IPO 進展未知。板塊連飛點嘅支撐薄弱，若出現以下情況，原先判斷可能失效。一旦強腦科技 IPO 進程中斷，或 NMPA 批准產品出現臨床使用負面反饋，當前樂觀預測將迅速修正。整體觀察周期係未來1至2週，信心等級中，走勢評級偏強。跟住睇第二個概念板塊，生物醫藥 B 類股板塊大約有51隻相關股份，5日平均回報大約係上升約6.75%。板塊內5日回報較突出嘅股份包括：第一係科濟藥業減 B， 代號02171，現價大約24.9蚊，即市升約3.66%。5日回報上升約36.50%。第二係康寧傑瑞製藥減 B， 代號09966，現價大約1.9蚊，即市跌約0.75%。5日回報上升約26.70%。第三係延明昂科減 B，代號01541，現價大約5.94蚊，即市跌約2.78%。5日回報上升約25.30%。再睇生物醫藥 B 類股嘅重點分析，近期消息重點包括科倫博泰生物減 B 06990，HK 於2026年4月17日完成 H 股全流通，821.4萬股轉換股份將於4月20日上市，提升流動性預期。影恩生物減 B 09606，HK 於4月13日宣布擬發行不超1577.92萬股 A 股，於科創板募資不超67.5億元，85%用於新藥研發。板塊動力主要來自政策面多重利好疊加，國家藥監局推進 ECDD 申報，上海3年行動方案明確支持生物製造與細胞基因治療。BD 交易持續高熱，2026年前3月中國創新藥 BD 總額破600億美元，小核酸與 ADC 細度成主力驅動。好短期走勢方面，若 AACR 會議期間關鍵臨床數據達標且無重大負面解讀，短期或延續反彈格局。風險方面要留意，部分個股估值已處歷史高位，且有資有生物等出現營收大幅下滑與資產負債率超130%等財務壓力跡象。
若出現以下情況，原先判斷可能失效。若 ACR 會議結束後，4月22日後未見具備臨床意義的正面數據披露，或單周恒生生運 KOSI 指數回調超5%，整體觀察周期係未來1至2週，信心等級高，走勢評級偏強。跟住睇第三個概念板塊，養老概念板塊大約有8隻相關股份，5日平均回報大約係上升約6.68%。板塊內5日回報較突出嘅股份包括：第一係龍湖集團，代號00960，現價大約8.3蚊，即係市升約0.61%，5日回報上升約8.10%。第二係越秀地產，代號00123，現價大約3.75蚊，即市跌約0.27%，5日回報上升約3.00%。第三係北京健康，代號02389，5日回報變化唔大。再睇養老概念嘅重點分析，近期消息重點包括2026年3月25日，中共中央辦公廳、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加快建立長期護理保險制度的意見，明確3年內建成統籌城鄉的長護險制度。北京經開區首個智慧康養機器人養老驛站於2026年3月25日落成，標誌智慧養老場景加速落地。板塊動力主要來自長護險頂層設計全面落地，催生產業確定性預期。個人養老金擴容疊加紅利低波策略，熱度攀升，資金向穩健型養老相關資產再配置。短期走勢方面，約4月17日白羊座新月後正唱齊根後備至。短期走勢方面，約4月17日白羊座新月後政策細則或地方試點進展未超預期，短期漲幅可能收斂。風險方面要留意部分成分股如龍湖集團、越秀地產屬地產關聯板塊，其養老業務貢獻佔比低，且未披露具體營收數據。概念純度存疑，若出現以下情況，原先判斷可能失效。一旦4月22日前冇實質性長護險地方配套政策或基金納入名單更新公告，當前強勢邏輯將弱化，整體觀察周期係未來1至2週，信心等級中，走勢評級中性。